心理健康是当今社会中一个备受关注却仍需进一步重视的话题。随着社会发展和生活节奏的加快，心理健康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并成为影响个人幸福感、家庭和谐以及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尽管如此，心理健康的议题仍然被误解、忽视，甚至被认为是羞于讨论的。然而，它的重要性已不容忽视，其影响不仅涉及个体，也扩展到整个社会。本文旨在从第三方视角深入探讨心理健康的重要性，鼓励人们开放心态，分享经历，彼此支持，共同面对心理健康的挑战。心理健康的重要性，我们为何需要关注它？心理健康是整体健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世界卫生组织 WHO 将健康定义为一种身体、心理和社会福祉的全面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从这个角度来看，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密切相关，二者相辅相成，难以割裂。心理健康对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幸福感和功能状态有着深远影响。心理健康良好的人通常能够更好地处理日常压力，与他人建立积极的关系，并在工作和学习中表现出色。反之，心理健康问题可能对个人及周围人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包括1. 情绪困扰持续的抑郁、焦虑或愤怒情绪； 2. 行为异常，如过度沉迷于某些活动、暴饮暴食或成瘾问题； 3. 生理影响，如睡眠障碍、食欲下降或免疫力减弱； 4. 社会功能受损，如人际关系恶化、工作效率下降或学业困难。更令人担忧的是，如果心理健康问题未能及时得到关注和干预，还可能引发严重后果，如自残甚至自杀。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全球每年约有80万人因自杀而死亡，相当于每40秒就有1人丧生。现代社会与心理健康的矛盾。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们的生活水平虽不断提高，但心理健康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以下是一些常见的心理健康压力来源： 1. 高强度工作压力、加班文化、职场竞争和职业不安全感； 2. 社会隔离感，尽管技术带来了更多联系，但人们的真实社交圈却可能变得狭窄； 3. 信息过载，社交媒体和24小时新闻循环给人带来的信息疲劳感； 4. 生活成本压力，房贷、教育费用和生活成本的攀升让许多人深陷财务压力； 5. 不确定性，全球疫情、气候变化和国际局势的不稳定加剧了集体焦虑。这些外在因素与个体的心理状态相互作用，使得心理健康问题在各个年龄段和人群中都普遍存在。心理健康对社会的意义。心理健康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也对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起着关键作用。当一个社会中大多数成员的心理健康状态良好时，人们更有可能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与工作，社会关系更加和谐，生产力和创新力更强。反之，心理健康问题的蔓延可能导致以下社会问题：犯罪率增加。研究表明，心理疾病患者可能因缺乏支持而更易被卷入犯罪行为。医疗负担加重，心理健康问题往往与慢性疾病如心脏病、糖尿病相关，增加了医疗系统的压力。经济损失，心理健康问题会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进而影响国家经济发展。因此，政府、企业、学校和社区等多方都需要共同努力，促进心理健康教育、资源普及和支持网络的建立。分享个人经历的力量。在人类历史中，讲述和倾听一直是彼此疗愈的重要方式。通过分享心理健康经历，人们不仅可以释放内心的压力，还能够增强与他人的连结和理解。例如，一位曾患有严重焦虑症的职场女性，在网络上分享了自己的康复之路。她描述了从初期的症状到确诊的过程，以及如何通过咨询师的帮助和自我反思，逐步恢复了心理健康。这些分享不仅让她自己感到释然，还为数以万计的读者提供了共鸣和希望。分享经历的意义在于： 1. 打破心理健康的污名化，真实的故事让人们明白，心理问题并不可耻，他们是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 2. 为他人提供参考，别人成功的经历可能为那些迷茫的人提供一条康复的路径。 3. 建立支持网络，通过倾诉，
人们可以获得情感支持，并找到同样经历过类似问题的伙伴。如何共同促进心理健康？心理健康的改善需要社会、家庭和个人的共同努力。以下是一些具体行动建议：一、社会层面，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应加大对心理健康知识的宣传力度，例如通过媒体宣传和教育课程，提升大众对心理健康的认知。增加资源供给，加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建设，如增设心理咨询师和心理健康热线。政策支持制定相关法律，保护心理疾病患者的权益，并为他们提供平等的工作和学习机会。二、家庭层面，倾听与支持家庭成员之间需要相互关怀，学会倾听而不是批评，培养情绪表达能力，从小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感受，而非压抑情绪。营造健康的生活方式，例如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和适量运动，这些对心理健康都有益。三、个人层面，寻求帮助，当感到无助时，主动寻求专业支持是重要的一步。学会调节情绪，通过冥想、深呼吸等方式舒缓压力。培养兴趣爱好，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提升生活的积极性。邀请您分享，让更多人听到您的故事。心理健康的讨论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无论是痛苦的过往、艰难的挣扎，还是成功的康复经历，都值得被倾听。您的故事可能成为他人的启发和动力。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分享以下内容：一、您如何看待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二、您是否有过与心理健康相关的经历？是如何面对和克服的？三、您对改善心理健康问题有哪些建议？心理健康不应该是一个孤单的话题。通过分享和倾听，我们可以共同营造一个更加包容、温暖和支持的社会环境。让我们一起努力，向心理健康的未来迈出坚定的步伐。